台语文这万语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看起来不止啊复杂，这里有几落个音，都爱看讲是咧讲啥。这一字就是手指头啊，这里整，其实读做整，这是照用字，这里的鼻音是记，记就是用手指头啊，甲物件表示出来，像咱讲记出来，啊那文音读做指。另外，这嘛是和手指头啊有关系，像咱讲指纹、指点、指挥、指出，拢是读做指较济。还佫有一个音是读做载，就是讲大家手指头啊，咱拢读做载。后壁咱过来慢慢啊小解，先带大家了解三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记记嘟嘟，代表讲用手指头啊来记，代表一个人可能做唔到代志。第二个词就读做手指，这是挂伫咧手指的装饰品。第三个词咱读做头仔，这就是大镜头武功。接下来就是记仔、中仔、尾二仔，还佫有尾仔。啊，若生囝人讲是开一仔、开二仔，嘛是用这个仔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后壁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囡仔无一时用，甲大人的手指挂伫咧伊的头仔，结果煞绑袂落来，赶紧给人送去病院，互急诊室的医生来处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咱看到鼻音是记，啊那文音是指，另外佫有读做仔，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